警方尋晚接報，一名80歲男子懷疑從高處墮下，倒卧喺春葵樓對開，當場證實不治。其後再喺春葵樓高層一個單位發現男死者嘅66歲妻子倒斃喺單位。咁經過法醫嘅初步檢驗啦，相信男死者呢係因高空墮下而死嘅，而女死者呢則被人用硬物襲擊頭部致死。死亡時間呢大約係當晚嘅7點至11點之間。與此同時啦，警方喺單位裏邊呢作出進一步搜查嘅時候啦，發現單位嘅窗戶同埋窗花呢都係被打開，方向呢亦都係對住男死者墮樓嘅時候呢被發現嘅位置。單位裏邊呢未有發現遺書。警方又喺同層嘅電梯大堂公共垃圾桶內發現染有血跡嘅衣物同硬物，包括約長60厘米嘅金屬承重架、2支金屬條同晾衣架等。初步調查發現兩人有感情問題。咁根據警方初步嘅調查啦，兩名死者咧結婚係超過40年。雖然過往咧並冇一啲家庭糾紛報案嘅記錄啦，或者係一啲精神病嘅記錄，但係雙方咧早前咧都因為感情嘅問題咧向家人透露過咧係有打算離婚。而男死者咧亦都曾經透露咧佢有自殺嘅傾向。佢又話男死者係退休人士，女死者係清潔工。警方初步調查睇唔到佢哋有經濟壓力導致案件，會從多方面調查。香港電台記者鄧君柔報道。